是的，你没听错，这首是哆啦 A 梦的歌曲。你在哭什么哭？没出息。时下最夯的神曲，没出息也没缺席。知名理声团队武媚娘这回打造了一支国乐小分队，团员都还是高材生。我是中国音乐系，然后主修二胡。他常会有一些灵感，那我们就要去实践它。但是我觉得也很谢谢他，常会给我们这些任务，就是让我们可以在这些任务过程中，就是越来越突破。首场快闪演出就选在郑成功祖庙，以中国笛、二胡与琵琶带来将近2个小时的演出，结合古典国乐、创意动漫组曲以及热门流行歌曲，加上用心设计的3套服装，吸引不少粉丝抢拍。第一赛就是走比较古风一点，然后第2赛是走比较动漫一点，然后第3赛我们是走比较少女心一点。大多数人认识武媚娘都是庙会理声，但是旗下还有国乐、舞蹈等专业团队，希望未来能够让更多人认识武媚娘的不同风貌。未来期许能够计划以公益活动形式做全台巡演，将创意国风发扬光大。记者说怀谈的报道。